海洋正在發燒。1分鐘看懂氣候危機下的海洋之痛。如果海洋有體溫計，過去50年已高燒0.6攝氏度。這微小的數字正在溶解極地，讓珊瑚集體漂白，葬禮蔓延，魚群被迫遷徙上千公里尋找生存線。每分鐘有3個足球場的紅樹林消失，海岸防禦網崩潰在即，海水酸化速度達5500萬年最快。貝類生物的骨骼正在溶解，大危機中的轉機正在閃光。恢復30%海洋保護區可增加800萬噸漁獲。再生能源浪潮每年減少15億噸碳排放。從減少碳足跡到支持永續海洋，你的每個日常選擇都是給海洋開的退燒處方。降溫行動刻不容緩。